潘老师家没有其他的人了吗？潘老师的父母都是退休职工，他们根本负担不起这样的费用。其他亲朋好友也只是礼节性的帮帮忙，杯水车薪。你怎么知道的？那天在奢侈品晚宴上，我听见你问王老师，但是王老师没告诉你，所以我就偷偷的跟踪王老师来这儿了。珊珊，你现在已经知道真相了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。博士，谢谢你啊。不用，不用谢。今天我在医院看见潘老师了。潘老师，是学校那潘老师吗？所有的医药费都是王老师承担的。他和王老师不是已经离婚了吗？他们是离婚了，可是王老师却一直在照顾他。他可能心里在想，夫妻一场吧，他也放不下吧。前妻背叛了自己，不但不计较，而且还要去照顾他。像这种人，不是太伟大，就是太傻逼。我觉得王老师肯这么做，可见他对潘老师还有感情。你怎么想啊？这么多年一直惦记着和王老师